来看离岛的红头树，让12档举办大船落水祭典。那下真侪游客来观光，嘛互少年原住民有机会参加祭典，发扬达悟的文化。亚米又叫做达悟，是海洋民族以陪乌甲平蟒舟真出名。东清部落因为离运送物资的港湾上远，也保留接近原始的海波，让12年举办大船落水，成功发扬达悟真特别的平板舟手工造船艺术。这个手工艺已经很少了，很少人会了。我们这一次做10人冰板舟，也是有7位师傅在协助我们，那其他的都是学员，就是由我们部落的青年来做这样子的学习的工作。大船下水其实不只是大船下水，是蕴含了整个社区的命脉哦。摄影申请的就有400多位，那现场来参与的也有1000多位的人，所以你看到现场是满，你没有看过兰屿有那么多的人。红头树四边拢是海，地理甲天气限制岛上的工作甲经济环境。小夜市正做红头树暗时上闹热的地点，也是东清社区经济来源之一。这个小夜市3分钟就会当洗完。所以东清社区发展协会对这一块，就是能够帮助族人的这一块，可以达到说可以让大家的生活环境可以变好。大海含晴天真水，红头树天然的山洞经过大自然的变化，吸引真侪少年人看海到红头树做线工，换住伫这个所在。打工换宿啊，其实它的意义就是你要更深入当地嘛，对，然后透过和族人相处的方式，然后可以探索它的秘境啊，或是一些文化，就是你是游客的话，你是没办法体验到这些东西的。除了和当地人做朋友，累积在地人文经验，也毋免加开大旅馆的钱，伫红头树因完成心内的梦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